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6月初6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撒母耳上卷第4章第1节到22节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19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关系。咱伫圣神降临节了后，一直到伫大降节这段时期叫做实践期。这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所甲咱讲的，伊要求这个爸差遣这个圣神保惠师，伊要来提醒世间人所有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互咱去遵行。这就是圣神降临节了后，基督徒都爱努力学习实践的一项事。这几天咱拢讲到着以利甲伊两个囝的问题，嘛提到着先知对以利这个家庭的预言。今日的经文撒母耳上卷第4章第1节到22节，记载着因全家的结局，就亲像先知的预言同款。迄拢是因为因无做好选民，特别是上帝好关系的结果。经文安尼讲，撒母耳的话传遍以色列人出去，要甲非利士人交战，因伫以便以谢附近作赢，非利士人伫阿弗作赢，非利士人排阵势攻击以色列人，因大赢。但是以色列人大约4000人，以色列军队倒来迎来，因的长老讲是安怎上主今仔日互咱杀死非利士人，咱来去是拿跟上帝的约柜来咱遮，安尼伊伫咱的中间会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因就派人去示罗，将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约柜扛来。因为上主坐伫约柜顶面两个天使基路伯的中间，伊日两个囝何弗尼、菲尼哈，甲上帝的约柜做伙来。上主的约柜来到营的中间的时，以色列人大声喊，地山震动。非利士人听到喊话的声，就讲：伊要来营中喊伊大声，是地喊什么？后来再正讲，上主的约柜来到伫营中，非利士人惊吓讲有生命来到伫因的营中，因讲惨啊！咱前到今毋捌拄着即款的代志，咱惨啊！啥人会当救咱脱离即款大宽怜的生命？以前伫旷野用逐款的灾害拍死埃及人的，就是这的生命。非利士人着勇敢，着做大丈夫，恁才免做希伯来人的奴隶。亲像因以前做咱的奴隶，着做大丈夫，甲因交战。非利士人就出战，以色列人战败，步兵死3万人，其他的拢逃走，转去因兜。上帝约柜互非利士人抢去，以利的两个囝。何弗尼甲菲尼哈拢死。12节开始讲到以利的死。同迄日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对战场行来示罗，衫疼哩头壳沾土粉表示哀伤。伊到的时，拄好以利伫路边坐伫伊的椅仔伫看。因为伊伫赶路上帝的约柜，迄人入城报消息，全城人拢嚎叫。伊日听到嚎叫的声，就问因伫喊什么？迄人赶紧来甲伊日报告，迄时伊日已经98岁，目睭查查无看见。迄人甲伊日讲：我拄着战场来，对战场逃走来。伊日讲：我的囝，代志安怎？报消息咧，因讲以色列人战败逃走，互人杀死的人真济。你两个囝何弗尼、菲尼哈嘛拢死。
上帝约柜互人抢去，迄个人一个讲着上帝的约柜，伊哩就对伊跋倒来，车到伫路门边去，暗呢滚长就死，因为年老个大哭，伊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。菲尼哈的某死，伊的新妇菲尼哈的某怀孕特别生，伊听到上帝约柜互人抢去，大官甲丈夫死的消息，忽然间嘴唇咧疼，哭落去生囝。伊特别死的时阵，伫边仔会照顾的妇人甲伊讲免惊，你生查甫的。毋过伊点点无回应。伊甲囡仔号名叫做伊加别，意思就是讲上帝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，因为上帝的约柜互人抢去，大官甲丈夫嘛拢死去。伊佫讲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。因为上帝的约柜互人抢去，彼得互这个初代教会书信提到着基督徒应该爱正做一个尽职、负责任上帝国的好管家。彼得的话安尼讲，万有的终局伫个近啊，所以着谨慎守纪，着警醒祈祷，上要紧的是着热切三听。因为听会惹砍真济罪过，着互上好款待，毋通埋怨，做上帝所赐逐项恩赐的好管家，着照逐个人所得到的恩赐，互因互相服务。讲道理的，着讲上帝信息；侍奉的，着照上帝所赏赐的恩赐力量来侍奉。互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伫万事顶悬得到荣耀，愿荣光权柄拢归伫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亲爱兄弟姊妹啊，恁拄着亲像火的试炼，毋通哪准拄着奇怪的事，反倒当着因为有分担基督的苦难来欢喜，互因伫伊的荣耀显现的时嘛，通欢喜快乐。恁若是为着基督的名受凌辱，恁就真有福气，因为有上帝荣光的神点伫恁的心上。恁中间毋通有人因为害人做贼做歹，还是爱管别人的代志来受苦。那因为做基督来受苦，毋免见笑，反倒着因为有这个名归荣光互上帝。审判的时到啦，上帝会继着大声受审判。那对咱开始遐个毋信趁上帝福音的人结局减袂搁较严重。圣经有讲，义人得救拢真实，无敬虔的人甲罪人减袂搁较困难。所以遐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，就将家己交互迄个通信靠的造物主，继续做好事。毋茫咱伫追求信仰、教会生活、教会建筑发展的时阵，会当有正确的态度，成做一位上帝给你忠心的好管家。诗篇138篇，感恩的祈祷。我要全心感谢你，伫正生命的面前唱歌称赞你。我要往你的圣殿来跪拜，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。我求救的是你有应我，你有鼓励我，互我得到快乐。上主啊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感谢你，因为因有听见你所讲的话。因为唱歌称赞上主的作为，因为上主有大荣光。上主虽然尊贵，遥顾看顾卑贱的人，伊对远远就认出骄傲的人。我虽然互患难围困，你会保守我的性命，我会对敌受气，你会伸手对付，用正手解救我。
上主会实现对我的应允，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存续，你亲手所做，求你毋通放散。求主帮助阮伫蒙福领受恩典甲好调了后，会通来真心真力真意来服侍，成做上帝国中心的好管家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